买木雕的少年下。나중에 희귀 종개 매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서두서 개니 호라라지 바가스가 당아지 호르히디인 도마라 혼도 고미 농데 나샤주지시 샤용 观赏，观赏，先Z 爱不释手，爱不释手，你努日的当，你努日的当。遗憾，遗憾，先胖吧，先胖吧。我捧着象墩儿仔细观察，爱不释手。我捧着象墩儿仔细观察，爱不释手。你弄起给嘛蹦的弄呢，小米的不啦，干你就没扎。你弄起给嘛蹦的弄呢。小米的不啦，干你就没扎。同学们，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罗主座，同嘛我今年的名字啥巴了记得？名字啥巴？宾馆，人口，标准，车热。朋友，主播，少年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说：“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。”人的家给马到巴西家呢，中国话呢，俺去主播样些。嘉玲，你知道吗？少年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有好感吗？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，我国为了支持非洲国家维护民族独立、发展民族经济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还有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那种，那种的中国话了，在我沙漠月节的去一些，第二年去老了主机呢。让家己分离家卡着每日容在送兄当，每日搬就公平当完了，家属些把些几全部家也把马切，容数奖励动越来越啊。所以非洲人民一直把中国人民当成最亲密的朋友。的确，非礼没设计，咱们用中国默默逐步融入了这音乐。是啊。那天晚饭后，我去宾馆外的小树林去散步，突然看见了白天那位少年。我妈呀，年纪公司几十，俺人口家就先没看了抢山着的，年公个人的了图像。他在那儿等谁呢？可得了什么的？原来他专门给我送来了一个只有拳头那样大小的象墩，而且不要钱。少年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说：“我们是朋友。”俺过来的啊，马日去龙切给嘛穷穷的，俺了切的些啥用完一些，去人把用来入么些的。那些的家给马到巴西家呢，俺做主播的些。那少年的心灵多美呀！那样的我们没融不起的呀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个人的了的词语是大家子，第一个名字三批个搞定了记得。他念这些。宾馆，宾馆就是招待来宾住宿的地方。人口呢，人比晓得些啥那个。
标准。标准有2种解释，这儿指本身合于准则，是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规范或条例。才日呢，恰恰动他是人长一部个啦，让被写出把西拉些。朋友，朋友有2种解释，这儿指彼此有交情的人。主播呢，偏是把它让些运腾别么拉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一个名字沙巴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，宾馆，宾馆，人康，人康，标准，标准，才日，才日，朋友，朋友，主播，主播。少年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说，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。原来的家给马到巴西家呢，中国话呢，俺去主播样些。骗子怎么做啊？老主错，第二个名词沙巴那写信，大概就话你注意。写作了具体连接，不过他念道理，主播希巴的公演错句，写去三路什么多年研究。呀，老主错，写最内容大把的工人。C 主播，表象连接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说，大家去第二路边他年沙巴的到下中这些。宾馆，人康，宾馆，人康，标准，才日，标准，才日，朋友，主播，朋友，主播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天我去他年沙巴个中学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答啊。人康，才日，主播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路程的连长下来人打的目击。